你有冇買過星期貓啊？有人唔知咩係星期貓啊？即係一買翻屋企，一星期就發病貓瘟。你會見到隻貓琴日仲好地地，好精神會食嘢，但係突然間有一日食少咗㗎，冇啦啦開始嘔肚咯，冇晒精神。咁多數你就中咗貓瘟啦。如果你係打算養貓，你一定要知呢個病，因為致命率係最高嘅一個病。你去睇醫生，香港大概係25,000、6萬不等，而且獸醫大機會同你講得50% 以下，呢個機會救得翻。呢個家長就係買咗星期貓啊，買完之後已經冇錢，但揾到我哋呢一隻貓咧，康復時間係3日，用咗唔到1/10嘅價錢醫好咗。最深刻嘅貓瘟案例，像俾佢都要救翻佢隻個星期貓。呢位家長買隻貓7日之後就已經有貓瘟，俾人呃咗錢買咗隻病貓，佢已經冇錢準備放棄治療，但係我哋決定照接咗隻貓過嚟試下醫師，畢竟係一條生命，點可以話放棄就放棄？接咗佢隻貓貓後即刻開始操作。呢隻貓咧都算係我哋最快恢復狀態嘅啫，用咗約1個鐘之後就即刻自己食嘢，俾咗貓調溝葡萄糖佢，葡萄糖尤其重要啊，可以快速增加貓貓血糖，提升狀態，但係唔可以用高濃度葡萄糖啦，好容易嘔啊！食咗貓條後，嘗試俾啲貓糧佢，瘋狂食啊佢！堅強嘅貓貓，你想努力活落去，我一定唔會俾死神帶你走，任何時候都唔會放棄每個救治機會嘅。同家長溝通完之後，俾我哋調理多2日先接佢走，最後用咗3日時間就將呢隻貓救翻。藥費當然唔急啦，但係性命要緊啦，一定唔會拖。如果你隻貓有貓瘟，早發現早治療，我哋成功率都係好高。嚟緊呢會有更多真實案例咧分享俾大家 follow 定我哋，話唔定有一日你用得着。